世界棒球12强，咱台湾队摕到冠军。台湾上用这条歌也变作是台湾人的团结代表。中华职棒协会会长蔡其昌最近伫咧网络顶头表示，要甲台湾上用这4个字印作是春啊。不过详细甲看这春啊写的上，唔是正确的台文字。就关注台基本的网友甲台基专家，希望讲这字就爱赶紧甲伊改过来。 世界12强棒球赛，台湾摕到冠军，替选手加油的歌曲《台湾上勇》嘛庆红起来。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前几日有表示要甲台湾上勇这4个字印做春啊，这嘛引起关心台基文的民众学者注意，认为运动爱写正确台文字。书法家陈世贤嘛亲笔写大字印冠上这个字的台文正字，有台基学家解说这2字的差别，认为台湾上勇才会当解说是台湾上厉害的意思。 啊！你讲啊，那得奖的人是毋是徛伫上悬迄位？啊，第2名徛伫第2坎的。啊，咱上勇就爱徛伫上悬的，所以迄个是上，就是爱上悬的。啊，你甲写迄个，即摆因写毋着迄个上啊吼，表示是还会使。所以你若讲上课、上课吼，意思是还会当。 另外，还有侪台语火车文拢用中文惯势写阿嬷，毋过应该写作阿嬷这字才对。有网友就发起阿嬷正名的运动，还有另外昏头卖乱蛋，应该写作昏头卖乱蛋，这是正确的。台语路协会认为台湾会出现这个无正确的台文字，这甲台湾人习惯用中文华语思考有关系。读了后，听起来就知影讲哦，原来迄是。 昏头卖乱蛋，譬如讲安尼，所以代表讲大部分的民众，第一因会晓听讲台语，第二因读汉字是用华语的音去读，所以才会有足普遍有这个台语火车文的这种情形。台语路协会呼吁政府应该趁这个机会，让大家认捌正确的台文字。台语专家罗光成嘛讲，目前虽然教育部、文化部拢咧重视台语正名，不过嘛望其他政府部门会当来使用，让社会认捌正确的台文字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